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来嘅节目。呢一段时间呢，相信你台湾嘅大家人都非常嘅关心嘅你新冠肺炎嘅你嘅情况哦。到2月10號到3月20號了時性呢個時間，你台灣嘅生產嘅92台嘅你講最應該機器，你最應該產量咧都已經做到1000萬隻。你一對幾個你嘅最應該國家吹哦，所以你今當翻伊做到繞牆道，你嘅裏邊咧度兩片咯，大家都分享呢個故事，佢係馬莎咧，佢係兩百個你講總指揮哦，大家都分享你嘅裏邊，佢係你嘅兩隻科技公司嘅總經理戴潤景總經理，歡迎。大家好，我係龍澤科技嘅總經理戴潤景先生，今日當歡喜都會參加呢種嘅節目。歡迎總經理，今日咧繞牆嘅係你嘅總理會經理，歡迎經理。一離級電視前的觀眾，大家下午好，我是龍澤科技的張麗慧，很開心來到這個福氣來了，歡迎我們的麗慧姐，其實是我們的稽核長，對不對？哈，稽核室的稽核長，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來了2位重量級的貴賓哦，都得按講。其實公司採訪一按究嘅時間，我們在台灣的每一個人，不管在哪個角落，其實我們的心情有時候是很期待平安，但有時候又有一點點緊張，有一些恐慌，因為當你每一天都很關心我們整個新冠肺炎的發展，對不對？所以我想2位的感受一定比我們更深，對不對？不過節目一開始也同大家的分享，就會講，其實，在2月10號到3月20號40天的時間裡面，其實我們整個台灣生產了92台的這樣的口罩的機器，然後我們口罩的產量，然後到最後1天可以到1000萬片，對，所以這件事情對我們這整個疫情的發展，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我們當時也沒有預期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的一個故事，對，所以今天也才有機會可以邀請總經理跟我們的張經理來到亞片同大家來分享哈，所以首先每位師都講，所以根本有乜嘅真的是清楚嘅故事同大家來講，真嘅有哈，那一開始想問一下，其實當時發生這樣的一個全球都很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發展的一個疫情的時候，我知道我們要來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其實政府有號召，不過我們的總經理算是第一個先鋒就去響應，對不對？所以分享一下。這開始係我記得，你嘅開工嘅時間係30號，30號嘛，一個公園年假放過30號上班，那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的武漢封城啦，風聲鶴唳，其實那種氣氛都唔好啦，因為空氣中像特別SARS的感覺氣氛都唔好。那上班以後，公司為了因應這次的武漢肺炎，我們上海工廠是延後開工嘛。對。那公司裡面我全面都做量體溫啊，戴口罩公司所有的因應對策，從上班聽議或者是全場都遵守。大型的聚會、大型的會議、大型聚會取消，一般開會少數人開會都戴口罩，所以整個氣氛就已經不很好了，那感覺是這樣子。到我記得2月6號時，嘅經濟部長沈榮津都打電話本來佢佢講，因為沈榮津部長本來工具機業界都佢啲台中待當多年。台中做工具機嘅大本營，即架工具機嘅頭家全部當熟師啊，跟住就講一開始談講，台灣嘅口罩機一年做200萬隻天天，台灣有2300萬嘅人條，用會哪用咯？部長就講要做機器啊，佢睇下熟師講，佢做天數，天數講啥啊你，其實講個天數嘛，講天數，我知道我講好，我做天數，部長咩？佢部長也是親力親為，打電話過來講，戴總國家有難要天數啊，講好冇問題。我跟2月6號嘅下屬，啦東台嘅嚴董，他是工具機業前任理事長嘛，他跟第一任的理事長許文憲，講3條出過去一個五股，還有鶯歌空氣2間做口罩工廠。嗰2間全紅太緊啦，廠紅當4間，嗰4間都因為我都係點樣嘅設計，可能係看到嗰啲工廠啊，
讲要做40台，刚开始讲40台，伊就硬做出来，结果做成，哪有可能哦？哎，冇个提过讲啊，伊讲啊冇法度啊，个部长都讲我做出来啊，吼，部长去做讲冇法度啦，个部长讲你冇人哪讲，吼，部长啊，吼，讲冇人咱前面，吼，啊，我都未向个提过想讲，跟。做唔出来，当期来冇乜管用嘅，是他们来做嘅嘛，我讲做唔做，那挺前面嘛，吼。啊，人家公司要落去，落去上诶，要落去公司落去啊，落去，当落去是蛮多人呐，都4-5家天天呐，喺度派人过去，嗌过去看些，一开始就想讲吼，啲东西，啲口罩加种救人命用嘅嘛，啊，就讲动清楚嘛，佢冇口罩时，像佢武汉佢哋状况嚟看动清楚。口罩机要做出来，一个员工厂冇可能，冇可能事情，你知道吗？这个迄时啊，工厂的员工组跟干部讲迄时先讲，安尼过做嘛个事，没像工厂咁简单哦。错，你要准备好，就做好，唔是写哦，有图面好看，有 SOP， 刚开始全冇啊。那去做事，唔讲安尼天数嘅人啊，安尼天数嘅，个条件可能工作压力动态。做唔出来，面粗粗嘅吼，个员工面粗粗嘅，啊，佢哋讲去做员工，我依家咁講，總經理，你要做安辛苦冇？你咩派用啥去做好啊？你安辛苦做乜啊？你都派人去做好啊？他咁樣派人啊？你做乜講總經理吐條，哎，衝啊吼！但是咁樣啲講吼，你有啲事情你講，你冇嘢做吼，當然沒做會出來啦。就冇按當啲時間天啦。咁沒按當啲時間的話，有可能基本就沒人用嘅咯。嘿，啊，就像總經理講的，所以要增加那個效益，對不對？我們要在最輕斷嘅時間低度，又按用嘅產量。可能有些朋友唔會按了嘅，其實唔會按簡單，因為總經理的公司其實做的是那個重型的那個工具機，手機比如你用看啊，口罩機你可以你用你用一做口罩機，你就做那做口罩機。你們是提供那樣子的一個原料也好，或者是技術也好，不過你又整合按用給等於是公司跟對不對廠那些，然後整合起來可以一起去做口罩機。最困難嘅嘛，你看可以實際上吼，一工人太見你冇識殺人啊，你講佢識殺都冇地方可以起你冇，每天做做個單，我拆樹拆腳係冇，係啊。但是一開始佢時，你咪講佢咁因為天數咩唔啲，佢咩唔曉做慢係咪停一停就好，啊佢會嫌講啊又唔曉做，啊又強做快去，哦，所以講又唔係像一般工廠講要按規劃當槍哩，咁樣要做一般咧，天下都天下都人做些工廠的，所以頭前當然是當辛苦啦，當辛苦都講誒，當然能可貴做捱年開個些年，啊做單位都係變落去的，哦啊從變落去，跟住幾個人就做過以後，喺本過來就個教下去，個見教下去，天點，那啲係西有冇？吼，一台機器。T 地帶比如充電嘛，地充電以後帶搬到22站哦，一站，我都唔對啊，當然要做馬西啊，跟住來完之後，我派3台過來，派2台過來做馬西，對，跟來你冇樣排冇樣做西對，而且有青島給你，可能黑你唔認識給你，全部是的，你全部都唔認識，太卡為什麼我為什麼要服你，對不對？你就來，你就叫我做這個，所以其實總經理也是，你要先從臨場反應，然後根據過去的經驗值，你要做現場的調度指揮，唔單將按用你，還要別人能夠信任你，要跟你一起合作，因為係要唔聽你嘅眼光啊，做乜？你睇做好處嘅嘛，因為你啊賴吼，都好用賴啊。因為全部落嘅條價全部落群組啊，搭間公司咧，你派3萬嘢應該調出來嘛，落來。所以人哋嘅咧點樣做見講安尼做法，睇下會這個一個來，要睇下啲人做乜事，提點，因為啦工作透明化，明確化，總個啦咁講，安尼唔免講按我哋幹做事，講用。表格來看，他看到嘛？你工廠來叫3人，來做9點鐘叫，做乜嘅事，他也看到。佢表到以後講嘅咧，你要撈起到我俾人燒喎，
表面纸的，表面纸都没好啊，上不上根啊，看出来。到最后是表面字黑嘛，因为那整个气势起来了，整个团结的力量起来了，彼此信任的状态起来了。其实那个荣誉心跟对为国家做，其实是在这个当中啊，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说，当时我先跟伊犁说解释一下，因为这有2家嘛，对，那一家是含老板娘还有弟弟。大概10个人的公司，对，然后连去一家铁皮屋，连扛棒都没有的，然后那个地址是用喷上去的，好，这是一家。另外一家是大概不到20个人，但是它至少它有基本的一些规模，但它只有分配到20条线，是，反而是这一家10个人的这家，它分配的是40条线，是。然后，因为我们都有第一天都有先去观摩，以前都先看好去分析之后，但是事后来问总经理说，为什么你都要挑那个最难的？因为他那个10个人的40条线的，因为我们可以20条线很快就做完就可以回家的。对，为什么要挑那个40条线？他说，其实他这样才可以呈现龙泽的精神，然后管理的特质，挑难的，完全挑那个挑战性最高的来做。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总经理的个性，对，而且也只有这位总经理会天天到那个工厂去作证，是其他老板是根本几乎很少挑难的下手，对，所以其实还有动作改故事哦，唐吉安公司的非常的有意思，还有嘛改你聊下，等下怎来讲。东方一走的绕墙斗，你该带总经理让总经理来到节目地图哈。从上一段的聊天，我们就知道总经理的个性，对不对？好，就是他的生命历练可能有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事情挑难的做，然后国家有需要就第一个去响应号召，然后到了现场的时候呢，要花这么多的按台给力去整合。我们说不可能的任务哦，等于共构给时间嘛。那张经理就讲说，嘿呀，你胸有扣呢嘛，那总经理就要这样做，对不对？你知道1个月生产1.5条，1.5的，之前对，对不对？对，有些时间，你看呀，他可能只有1张一个时间，你要做可能有40台，一般人一上就吃到也还没可能的任务，对不对？不过总经理就觉得还会挑战，而且说实在的，除了要挑战，也是。一定要挑战，我们也没有得选择。嘿，按钮给干不够，鼓手先来一下肉骨演绎，好吗？因为从肉骨演绎有青苔给管黑哦。总经理，你要帮我挑战一下吗？你让一下的嘛，来。有几多上纲，就有几多下音。对，为什么会请总经理挑战？因为以为挑难的来挑战，所以连这个也要给总经理挑战。原因是黑讲哈，你有多少给上坡，你就会有多少的下坡。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走下坡好轻松，你等一下一定还是会有上坡，对不对？哈，你人给路就会按钮嘛，哈，上坡有上坡的风景，对不对？事情挑难的做，所以其实就像我们经历了很多很艰难的日子，我们一定如果努力，还是会有机会有一个很舒适的日子可以去经历，对不对？有上坡就有下坡，用 gas 做对吗？重点做对。人生就会人生就会按用你，对不对？他卡就会问，黑讲你上架嘅时间有上架嘅风景吗？你下坡的时候也有下坡的风景，对不对？好，呀就会给不业露骨眼，你真的非常适合给不业总经理的座右铭，你人生座右铭，事情就会挑上坡走。对我，你真你按用凶哈。两个真凶啊！你就按人生关注在人生就按用你走上坡，你兄弟来青岛给后赏你，好，可能会不一定有像以前按用凶，真的以前给你按用凶，不过也有青岛会后赏你，冇听说按用凶。不过冇相关，如果根本你真的就会同大家来讲，所以就是因为按艰难给工厂下来，我们觉得也成功了。我们所谓的口罩国家队，就是那40条最后是实现了，而且还提早完成。好感人哦！不过海迪会有这样的过程，其实也跟总经理勾起的景央神明景央有关。17年前，
17年前，17年前开始应该讲，我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转捩点哦。那边从来也分享讲哈，莫看个发烧是个小问题，但也会是个大问题啊。来，家其实说从来没有住过院，身体然后，这发烧比医院拿药是啥米的，变到去看嘛变成都严重的，类似败血症哈。跟医生讲SARS 末期的，被拐救下了的 SARS 病患都负压非常大，所以那件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了哈。这次这个事情来说，就是类似 SARS 这个疾病来，其实我心里都是非常的整个武装起来。像公司里面有几百个员工，大陆有工厂，我马上就准备着就是就那种精神，就是来吧我们准备就绪来做一些防疫的工作甲部长来讲的事情，过一开始看没可能做出来。我们开始真的到后面，我们结束40台我们花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嘛，25天了，从2月4号进场到3月4号那个小英总统去其实24公演24公演第一台做出来花了7天，第一台我是24天是没有假日，每天去每天到了早上公司忙完，我下午就去五股山上，然后我从莺歌回来家里就9点8、9点，你看现场看伊嘛问题嘛，解决问题，没现场天做先做管理的事嘛，所以讲体力的忝还好，精神的忝还忝精神你得想个按样来做人按多过来来带公司的团队过去。团队也是很拼嘛，对，所以按台中上来的人高雄上来的人上了几百啥，对，谁按样比谁对，你要怎么样在现场调度、整合、推动？我觉得这就是真的也是考验总经理嘛，对不对？你跟总经理刚才共同，已经事情眼前，SARS 给怎样，你自己感同身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就会觉得这就像是上帝给你的任务一样。因为我本身的基督徒对吧？所以我就想，真嘅是有特别嘅节，还不俩过来，有我的专业，可以帮得上忙，用得上。如果我今天对机械不了解，我没办法做这工作。是，刚好这个好像就是帮我安排要接这个任务，那又后面有我们工会，可以支援很多人过来嘛。我公司是去16个人，那工会来的100个人嘛。那如果没有这么多人，我们从头到尾总共去了3000人次，哇，没闪灭停了，3000人次，92条线那个，都92条线完成3000次，你这么大的能量做下面去，特别让人感动。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刚开始我根本都不敢想象说24号那25天可以做完成，你知道吗？25天就把那个口罩从刚开始是200多万片的，后来拉到300万片、400万片。到40台、60台出来就到1000万片了，那后面再追加32台就变到1500万片了。现在搞不好都要2000万片了，现在1700万，1700、1800了。那口罩从200万到300万，就像喊的一样啊。他说，我自己都想说不可能，我自己也想不可能。对，但后面真的，我们花25天就把它完成。对，我想在这中间，就像这是一个像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是中间我当然有太多有贴头的细节，扣年熊亲朋友不是可以真的这么长的故事，对不对？不过我迪度其实有青岛，说真的，这机器的组合，我们那种泰嘎修很简单哦，你有技术的取得呢，对不对？还有我们听说还有老师傅的回归帮忙，对不对？我们也要注重大家的孔天有没有肉师傅按肉倘若有肉师傅有可能之前有轻微的中风，不要弄今天问题，我们还把他邀请回来，然后大家一起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泰嘎吃都清港通给你，对不对？看是经理还是总经理帮我们分享一下技术的取得，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对不对？我还要把我技术告诉你，对，还有老师傅的东西对，还在微妙的地方，跟没讲难讲题，那经验的累积的。所以讲工具机的演戏讲，做95%的设计好，对，最后那个微调，他们才真的懂啦，经验啦，对，你可以煮得很好，反正有1台2台，大家就 SOP， 我们就照着来，对不对？泰嘎有黑商有工程师，买读就周，不过还有那个
5%，黑紧样对的微调。因为我曾有一次啊，因为我们是我们公司都是种子部队，而且这个做口罩机最重要就是在调教这件事。对，然后为什么我们第一条线花了7天？然后我有请我们就是有2个工程师，就是最后调教，我有说是不是我们试着把他师傅讲的东西把它记下来，怎么样做，把那个顺序记啊。他说：“姐，你来现场听一次，你就知道。你看我要怎么记。”然后老师傅就在旁边教，就是我刚刚说那个中风再回来的，他说左边再高一点，右边再低一点，啊这边再高一点，然后我想。哇天哪！你的 know how 都在老师傅的脑里，那这个怎么写？我难怪他们很难，然后很难写下说对那个调教的 SOP。后来也是他们，就是我们家的工程师是慢慢去把它琢磨，然后把它念下来，才有办法再交给其他。那个笔记本如果传给别人，就只有左边高一点，右边高一点，不晓得，不知道。我从来讲吼，你一天做啊，听讲，你天做事哦，你天做诶。做好，用卖做机做最佳做出来，那是最高指导原则。对，没想到搞用卖做，有人讲，安尼建立 SOP， 安尼作为说明书，安排谁讲啦？你去工厂做讲，哎，认同强，来画图来做。你讲安尼，你对方唔会欢喜呢？因为讲你学嘅技术係冇，好唔好？T 點。佢對人哋做機嘅速度沒有幫助。這機器人哋冇天數做沒做得出咯。有可能2個月、3個月、4個月做出來添啦。天做，人哋天做醫生可以做出來。是。基本嘅做呢，他很認真去做，很有方法做。25天把它做出來，口罩到1000萬片。現在1000萬片對整個安定民心影響很大。對，很安心。在1000萬片，剛開始的時候，你知道嗎？200萬片、300萬片。因為你很隱形，太搞會恐慌啊！真嘅，還有咁多精彩嘅故事，你再聊下，等下常嚟講。大家都分享那个我们的国家队口罩国家队的故事，这个故事岂是我们按用3言2语就做得讲的？开玩笑，因为总经理人生这么多的历练，对不对？不过共识才发，我觉得其实很考验人性。有按有给杠钩吗？真的，我觉得虽然说大家，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人可爱的地方，就是我们到最后大家都会好努力、好团结 ，Q 哈 E 完成按有给任务。可是按有沟场敌度，真的我们也很考验人性，对不对？所以其实也有很多感动的故事可以分享，但也有很多考验人性的故事，对不对？经理，你要帮我们分享一下？可能比较就是看到，因为其实我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还没这么感动，但是。当那个第7天，我那天是寒流，大概不到10度，然后我们要交机是礼拜天，然后到基隆海边交机是很想，然后当下午大概2点多送到那边交机，然后我们在那边待到10点多，当10点多的时候，那个正常口罩一个一个跳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感动到，我就觉得哇。我真的要帮他们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了第一条线，所以我心那时候在想，我们怎么样帮我们的工程人员可以快速完成，因为后面还有39条线。那时候，对，那后来就简单了，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最感动还有听到我们几个弟兄们的故事也很感动，就是说。他已经40天都没有见过小孩，那个女儿大概1岁半，都不认爸爸，都不给他抱，爸爸都不给他抱哦。想说你是谁？对，已经因为他40天都没见到面，他都是6、7点就出门，然后交完机，然后甚至礼拜天都要去调教，要交机，然后回去都1、2点，甚至都1、2点。钟给你有发，所以有都有记功，然后所以那个小孩都已经不认得爸爸了，你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同仁是更
听起来有点感人，是说那小孩子还刚刚牙牙学语，第一句叫爸爸他没有听到，他说他是在期间都在工作，而且都没有见小孩，就觉得很可惜。可是我问了他们之后，因为我都有也在采访他们的心得，就是他说其实身为口罩国家队是非常的很荣耀，有这个机会，然后可以贡献，是一生当中就是很难得的一个回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怎么样回馈我们的社会，对不对？好，其实这每一分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我刚听你讲那个口罩第一个跳出来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滴下来，觉得好感动。因为里面要还亲懂你给努力，亲减满给大家没看到，大家可能看新闻时间都会亲厚给用很光荣的样子。不过背后的艰难大家没看到，真的没安简单。你刚才讲说讲有发奖金嘛，有。要一种鼓励啦，真的很容易。我说你看我手中有这一本书，这个好，请等一下有吗？口罩国家的刚刚毕业纪念册给感觉，对不对？对，真的，这里面有很多大家的照片，大家给记录有吗？不过很有意思，给大口类直接有好多人写给你们的感谢小卡。从国小2年级、国中、高中生都有，真的就是很开心。总经理，这不是你规定他们写的啦。其实他们来，我们都很认真。像那小朋友2年级的哈，我们张经理还一个跟他回，你知道吗？真的，哇，他看到很感动因为每个小朋友的那个创意，他自己一个小朋友一个写卡片啊，然后就很感动，因为这么小就懂得感恩的小孩，我们真的也要认真看待这件事。我们要认真看待，因为他写的好可爱。他说：“因为有你们，给大义黑暗有你。”他说：“我们这些学生才能够安心的戴口罩上学。”那你就知道安永周 C 其实就值得了，对不对？对。所以那一天10度寒流，是，所以。礼拜天都在忙着交际，都赶不分什么时段，只要做好就赶快交。因为第一台当中也有你啊，第一台，因为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叫完成啊。对，我们做工具机的车厂交给客户验收，对，那程序是非常麻烦的，你知道吗？对，一开始有认为说哇，这交机是最困难的，是验收，结果我去特地去搞机，人家讲cái搞機唔會難，唔會當客戶驗收唔會難的哦，唔會你想象中的，所以做地方马上我人力的一个配布，这做法怎么通用？哦，随时改变，我觉得这就像打仗一样，有没有？每天都看现场的状况，随时改变策略。所以我哋做生命型7架反应成长型的，你讲啲办公室筹电啊，主管比来比去，跟冇法度做事哦。像那种的紧急的状况，一定要到现场去，对，现场看，现场做，按天然人的士气这样都带起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总经理，因为他有一句话叫做现场三线主义的，对，就是在先冲，对不对？你多现场一看，对，看多无另外啲总要公司上。跟嘛都到五股的工厂去，到现场一看，看个机器上的一样诶。不过亚黑亲力亲为啦，也是一个很好的长官才会这样做，对不对？不过黑公亚有亲到嘅好上人，看到按用嘅情形。不过戴总伊按多年嘅经验，黑公嘅你嘛该鼓励啊，嘛该发言，要相会同好上人讲。啊，说好上人哦，就像你机械业，特别讲你啊，在美国碰到这种东西要做口罩，他美国只能找那3大汽车厂做。通用啦、福特3大汽厂做。台湾公司也要做地方，像这边做口罩机，工具机业界可以。工具业界，台湾工具业界全世界排名，要出国的排名，什么T4、什么T5啦。以台湾研究来讲，T 名係日本，T 名德國，T3名意大利。你像看到咧哈，呢個國家全部泰國，對，當強嘅國家。T4名泰六有可能佢做機唔係當高當貴，但是佢量大。錯。以嚟講，但係台灣2300萬人口能夠佔到第4名、第5名，是不是很難能可貴哈？所以這個行業裡面，台灣有工具機這個產業，這樣發都也擺政府有困難，國家困難就一發多天數。當希望個後生人講，你講要選職業時間啦。其實機械這個產業是不錯。哎呦，工具機這個產業不錯。是哦。個你先頭都講咗咧吼，冇講要選嚟刺眼咧，家講要去到上家，上港做去到下鹽，要去到上港做去到下鹽。
你投钱做可以啊，可以啊，你投钱做唔上爱辛苦，磨啊，哎，如果古同下家磨啦，一定要上家，你礼拜咩？你投去做些当辛苦做嘢，容易磨呀，都唔香，得到大家社会肯定。我了解去做人，搭上人都当欢喜了，而且都把这件事情当成自己一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真嘅，国家队，对，但可是谁没有国家队，谁他做面出书的都没有什么当欢喜啊。一生有买弟弟做在做国家队，对不对？真嘅，除非你起码个奥运选手，也还蛮黑某就冇法度做嘛，还国家队，对不对？古时候就对后上嘅鼓励还是要有信心啦。对，那之后今年讲嘅都鼓励后上要有信心，还要上家，上家啦，有人生要上家，你当强壮嘅人生，冇可能会有好结果啦，冇呢事情啦。经理会补充一下吗？没有，我觉得戴总还曾讲一个，就是客家人的一个精神，就是坚持。后来我想想，真的，你在他身上看到，对，就是毅力跟坚持，而且他选对的方向坚持，然后带我们一起坚持去做。所以我们家的弟兄们，就是那个年薪100万都可以蹲在那边锁螺丝都没有关系，是，对。平常是不是做？平常我们是精密机械，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你说蹲在那边锁螺丝，我们那个做机械手，我们在做机械手臂的那个很厉害的师傅，也是蹲在那里，就要磨光，要抛光，这对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他们都没有怨言，都会做，就是跟随着戴总一起对，所以今天很开心，都得唱到戴总当张经理都鸦片同大家分享亚拜给故事哦。其实故事真的有轻抖轻感同意，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天来这边告诉大家的观点，还真的会坚持。对，做我们觉得对的事情，对，然后有上家就会有下家亲讲嘅风景，就会按照你。所以今天真的请感谢戴总的都鸦片，谢谢张经理来到这边啊，希望有机会可以多多分享，好不好？周等哈，好，用起没有听你下来，你做认同了。